冒险，节目正式开始。这台语岛诶是一个互人自在讲台语、练习讲台语的所在啊。若袂晓讲台语的朋友，只要恁有心，了解过去，突破限制，做伙学讲台语，安尼哦，拢真欢迎。好，安尼恁准备好了袂？好，拢进台语岛，做咱家己的主人。阮今年其实特别希望会使支持台语囡仔做家己的主人。大家知影吼，台语过去其实是台湾上侪人使用的语言，拄着足严重的传承危机。今仔日咧，其实若是遮的细汉囡仔，是需要咱的支持。现场足侪已经大汉的各位大人啊，过去足侪人嘛拢是台语囡仔，但是伫咧阮大汉的过程中，咱的母语慢慢无去啊。所以今仔日这支持台语囡仔吼，嘛包含阮即种台语囡仔。即马台语路协会，也是讲伫咧全台湾，其实有愈来愈侪家长，因为认捌过去，阮发现讲台语是足珍贵的母语，阮想要突破限制，阮无想要受即个惯死讲华语的大环境来束缚，所以阮坚心对囡仔讲台语。今仔日咧，就是邀请足侪贵宾要来做伙做家己的主人认捌过去会使突破限制，做家己的主人感谢大家，感谢。今仔日真欢喜来到遮，甲大家做伙跳舞、唱歌，做伙耍，做伙佚佗。安尼，咱遮想要一条歌曲，想要请大家来做伙来唱这个《再会》，好无？甲大家讲再会啊哦！再会，再会，欢喜再会，唱一起来。会唱哦，来再会再会再会唱起来，来再会再会，欢喜再会，做伙来讲台语，滋味甲有意思。再会再会，欢喜再会。感谢大家，再会，后壁再见面。